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2篇，箴言15章13节到17节，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同心。在政治上，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同志，虽然说同志这个意思是有志一同，有同样的一个理念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同